馬可福音係4本福音書當中篇幅最短嘅一卷書，而且成書咧係比較早，至少喺主後嘅70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就已經完成啦。根據一啲學者最近嘅研究啊，將馬可福音成書嘅時間確定喺更早嘅年份，就係大約喺主後嘅63年以前就已經寫成啦。呢卷書嘅作者係一位叫做馬可嘅門徒，馬可係佢拉丁文嘅姓，佢嘅猶太名字係叫約翰，所以一般亦都稱呼佢叫做約翰馬可。根據路加喺《使徒行傳》12章12節中嘅記載，馬可的母親係當時耶路撒冷城中一個頗為富有嘅婦女。五旬節以後咧，早期教會嘅基督徒就喺佢屋企聚集禱告，可以話咧，教會就係以家庭式嘅聚會開始嘅，算得上係最早嘅家庭教會。而且啊，馬可同埋使徒彼得應當係相當熟悉嘅。喺彼得前書5章13節當中，聖經更加形容馬可係彼得屬靈嘅兒子。另外啊，佢亦都係巴拿巴嘅表弟，曾經隨同保羅同埋巴拿巴由耶路撒冷前往安提阿，然後又隨同佢哋一起參與咗第一次嘅傳道嘅旅行。不過去到別家嘅時候咧，呢位約翰馬可突然間就離開佢哋，翻到去耶路撒冷啦。咁期間發生咗咩事咧？我哋不得而知。不過咧，後尾佢都係同巴拿巴一齊往居比路去，並且與保羅一同最後去咗羅馬，成為保羅嘅同工同埋安慰者。馬可最後一次喺聖經入邊出現咧，係喺提摩太後書。喺嗰度，保羅吩咐提摩太將馬可帶到羅馬去。而馬可福音嘅另一個特點咧，就係要傳遞信息嘅對象主要係外邦人，所以亦都有人稱本卷書叫做外邦人嘅福音書。不過呢啲背景嘅資料啊，只不過提供俾大家作為喺讀經嘅時候嘅一啲嘅參考，使到各位更容易同埋全面嘅去認識主耶穌同埋福音信息嘅真諦。無論係成書嘅年份、寫作嘅地點，或者係寫作對象，呢啲背景資料是否準確，其實都唔會影響呢一卷書嘅核心信息，就係耶穌就是救主。主耶穌從開始傳道嘅時候，就大受百姓嘅關注，因為當耶穌喺佢哋中間嘅時候，總係會有神蹟奇事發生嘅，醫病啊、趕鬼啊等等。喺馬可福音嘅第2章就記載咗一個大家所熟知嘅故事。呢一日耶穌再次嚟到迦百農城，有好多人聚集過嚟，於是耶穌就喺一間屋入邊向眾人講道。聖經形容話，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眾人如此渴慕同埋期盼聽道，實在係一個讓人激動不已嘅事情啊！可惜啊，呢一種渴慕聽道嘅場景咧，如今喺海外嘅教會其實已經好難見到啦。反倒係喺中國嘅教會咧，仲可以見到咁樣嘅場面。讓我哋再翻到當時嘅迦百農城，正當耶穌喺間屋入邊講道嘅時候，聖經話有人就帶着一個毯子嚟見耶穌，係用4個人抬嚟嘅。但因為人多，佢哋冇辦法只逼入呢間屋，所以咧呢幾個人就將呢位毯子抬上屋頂，估算咗耶穌大概喺咩位置，然後將個房頂就拆開咗，然後將呢個毯子咧從上邊由上而下嘅墜咗落去，可能或者係啱啱好放喺耶穌附近嘅空地，亦都或者係眾人見到，哇，有個天花板開咗，有個人墜落嚟，所以就讓個位俾佢。無論係如何咧，佢就係被放在耶穌嘅附近。無論如何，耶穌同在場嘅眾人都見到咗呢一幕。好顯然啊，每一個人看見嘅場景都係一樣嘅，但係對呢件事情嘅本質同埋意義嘅看見就大不相同啦。好多人會見到呢一群人嘅失禮、失態、自私、不守規矩、不成體統、不講衛生，係嘛？你拆開個屋頂，難免會有灰塵、雜物落喺人哋嘅頭上，好唔衛生噶嘛，係咪？就正如我哋初讀呢個經文嘅時候，
亦都會有一個直接嘅感受，差唔多係咁樣嘅感受。但係我哋嘅主耶穌佢看見嘅係乜嘢咧？佢看見嘅係呢一位癱子嘅需要，佢看見咗眾人，包括抬佢嚟嘅呢啲友人，或者係吩咐將佢抬嚟嘅嗰個人嘅信心。正如聖經所描述嘅咁樣，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值得注意嘅係聖經冇提到呢位癱子嘅信心或者主動尋求耶穌醫治嘅表白，冇。我哋都係靠推測出嚟嘅啫。如果單純記錄咗呢一群友人嘅舉動，咩舉動啊？呢啲友人抬嚟拆咗墜下，但佢哋嘅行為已經更實際嘅表達咗佢哋對耶穌嘅信心。原來真正嘅信心唔係用嘴巴講出嚟嘅，乃係用真實嘅行動活出嚟嘅。正係因着見到呢一群友人嘅信心，耶穌就醫治咗呢一位癱子，唔淨止醫治咗佢嘅身體，更加醫治咗佢嘅靈魂。就正如第5節耶穌對佢所講嘅：小子，你的罪赦了。呢位癱子因為耶穌嘅憐憫同埋恩典，得到咗極大嘅祝福。但係不可以忘記嘅嗰幾位功臣，乃係嗰幾位友人。喺聖經入邊，能夠被記錄落嚟嘅名字嘅門徒，其實為數不多。但係喺聖經入邊，因為愛同埋信耶穌而行在主旨意當中嘅人，並且忠心侍奉主嘅人，卻係不少。佢哋就係嗰啲嘅友人。其實喺耶穌美妙嘅計劃同埋福音傳揚嘅工程當中，歷世歷代都有許許多多侍奉跟隨主嘅門徒，都喺度扮演緊友人嘅角色，包括嗰啲喺聖經中被提到名字嘅人，其實都係友人。耶穌所歡喜同埋祝福嘅係嗰啲因為愛同埋信佢而甘願忠心默默侍奉佢嘅友人，而唔係稍微做咗一啲嘅事就走上街敲鑼打鼓，到處炫耀自吹自擂嘅人。弟兄姊妹們，好多時候我哋比較容易去關注嗰啲聲名顯赫嘅人、名人明星所謂嘅名目等等，或者亦都會羨慕呢啲嘅名分，甚至期盼自己亦都有一日可以成為咁樣嘅人。但係喺我哋嘅信仰當中，喺我哋跟隨主耶穌嘅道路上面，倘若我哋哪怕淨係有一點點咁樣嘅諗法，就極容易使我哋成為法利賽人，漸漸嘅自我膨脹，最終會失去信仰與侍奉嘅單純同埋潔淨。如此一嚟我哋所做嘅一切就成為枉然，在主耶穌嘅面前就毫無意義同埋價值。喺好多年前有一首長詩叫做《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我的弟兄》，係中國教會嘅一位前輩邊雲波老弟兄喺1948年寫作嘅。呢首長詩曾激勵咗一批又一批嘅基督徒奉獻自己，願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耶穌，加入咗無名傳道人嘅行列。其實我亦都係被呢一首長詩深深嘅感動同埋影響嘅，所以我也常常嘅提醒自己，唔好羨慕成為有名嘅著名嘅傳道人。我乃係成為一個只不過係有名字嘅傳道人就好啦。感謝主。喺邊雲波老弟兄所寫嘅呢首長詩當中，提到嗰啲默默無名嘅友人，詩中係咁樣講嘅：弟兄啊，你出發了，用微笑告別了書桌上你愛戀過的書物，用微笑告別了日記裏你愛戀過的夢想。正如你曾經講過的，是自己放下了朋友、愛人、享受和名望，係用自己嘅自由選擇咗艱苦嘅戰場。
你們是無聲無息的磐石，你們也是攻打前鋒的尖兵，你們是隱藏在教會嘅基礎，你們是沒有勳章的英雄，你們只知道默默地埋頭苦幹，你們早已忘記了舒適、安樂和虛榮。講台上聽不見你們洋洋的教訓，闊綽的禮拜堂裏也看不見你們的身影。教會的報紙刊物上從沒有你們的地位，華麗的大牧師們的居所裏更沒有你們的床位和面容。你們是無名的傳道者啊！只有在被人遺忘的地方，才會發現你們的腳蹤。我相信呢啲被世人遺忘嘅友人，主耶穌卻會記着佢哋，因為佢哋嘅名字係被永遠嘅記錄在天上。弟兄姊妹們，期盼我哋喺跟隨主同埋侍奉主嘅道路上，羨慕同埋願意成為友人，使我哋因愛主同埋忠心為主而擺上嘅得蒙耶穌嘅喜悅。雖然我哋嘅名字會被人遺忘，但係主耶穌卻會永遠記着我們，因為我哋嘅名字係被永遠嘅記錄在天上。呢啲先應當係我哋應當去追求嘅。求主幫助我哋，願意成為友人。